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花为媒的夸李月娥的选段发布以后，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关注，真心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，所以又赶紧制作了花为媒的其他精彩片段。张无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情节看上去非常的滑稽，新凤霞的表演也十分的到位，唱的也十分精湛。相信喜欢评剧的网友们一定会喜欢这段表演。如果大家觉得我的作品还不错，就点赞关注，还有更多的戏曲加紧制作中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观赏正片吧。小姐，阮妈来了，阮妈来了，不知趋势怎样？您猜呢？十有八九吧。亲事不成了。哼，哪能不成呢？启禀小姐，真的不成了。因何不成呢？我不敢讲，怕姑娘怪罪。姑娘不怪罪。姑娘听，那王俊卿说你心不灵手不巧，貌丑无才，身段不苗条。听此言不由我心中气恼，王尊卿骂不该叫我笑场，想必是自己难辨左与强，我不对莲花自作推搡，将莲花备好。是。小姐，莲花备好。快下。是。满山秋花自西乱墙，见自己生来的尊，好似鲜花一样娇。头上的青丝发不光闪耀，插一枝红玫瑰紧压着边上，面似芙蓉，眉如新月，耳如元宝，鼻如玄丹，齿如点杯呀，我这口似樱桃，水灵灵一双杏眼儿，似笑非笑啊，翠儿环带两边，临风就摆呀，上
一掐杨柳絮呀，大夫群儿腰间系，诸位催让，轻一步慢转身，裙带儿飘飘，对莲花仔细照我，样样儿都好，真好像九天仙女下云霄。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？你长得这么好看，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？哼，你是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越看越像仙呐！推倒菱花不再瞧，怒冲冲我把青春交，换软妈上饶凤根苗，请软妈换上楼来。小姐，阮妈她早走了。她到哪里去了？那王振清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，阮妈又到李家说媒去了。对，亲闺女嫁给亲